军的东军经过无数次的大战了后，由于四平贵英勇善战，西凉军节节败退，太英寺也受了重伤。大战公主下令，将大军退入天宝山汉家济。真好，真好。韩青龙，想袂到你的刀法会练到这么正正气。安尼看来，要活笑伊四平贵是绝对无问题咯。多谢公主太青龙的夸奖。当听你讲这个话的口气，好亲像你是互四平贵甲你受伤，心肝内真唔甘愿，所以你只是想要活出四平贵，而无想要击败东军。公主，你想看卖？东军会当所向无敌，是全靠伊四平贵一支手棍。实事，咱若是会当将伊四平贵掠着，安尼敢毋是等于是击败东军呢？太青龙讲了无毋对，公主，新还皇受龙主封为天宝王，一直无效力的机会。今仔日拄好会当活掠四品贵，以报龙主的厚恩。好，真好，太好了！太青龙，你童兄，安怎？是毋是伤风搁举起来咧疼？无要紧。太青龙，我小妹素英精通医理，会晓配药，我甲伊叫来，甲你疗伤，毋免3日，你的伤就会好。那安尼真好，赶紧请另外来医治太青龙的伤。这啊，公主太青龙，我小妹自细汉性情真怪，大汉了后骄傲目中无人，所以到即马还未出嫁。若是讲甲你得罪，也是请公主甲太青龙多多原谅。药我已经甲你搞好啊，公主，素英告提。是毋是真疼？袂，拢袂疼。童兄，我看你拄则咧膏药的时阵，安尼疼到凊流汗直直流，你还阁讲袂疼，实在无怪人称呼你的外号叫做铁汉。实事若连一点仔疼都无法度忍受，甘也阁算是男子汉大丈夫性。童兄，唔通要安尼生硬忍。我看也是安尼，这药膏落去，你也无讲较袂疼。我看无叫马大公仔另外去请一个郎中来甲你医伤。袂，敢讲你袂相信韩姑娘的医术性？这并毋是讲我唔相信伊，是韩姑娘这个查某囡仔，一点仔笑容都无，一个面安尼变变变。就算讲我想要甲问一个，讲你的伤痕到底是安怎？
我嘛煞歹势开嘴。韩红敢毋是甲咱讲过？伊这个小妹一向是目中无人，而且性情又搁骄傲，伊搁较安怎骄傲，也袂比我铁汉太阳树较骄傲。我有把握将伊带来，互你做阿嫂。哦。系啊，煞叫人听到啊！听到，听到嘛无啥物要紧。我都看会出来，韩姑娘对你印象都袂歹，安怎？就是惊这代志才会歹办啊！当然，刚刚你对我讲的话，拄则我是惊讲你担心我的伤势，所以咱兄妹踮遮开讲，讲几句笑话，免会知影讲遐尼拄好，煞叫人听到。啥物？你是咧甲人滚笑？不过东兄，你这个年龄嘛应该成婚咯。咱西辽国的皇亲贵族，一款千金小姐，你拢看袂介意。我嘛一直为着这件代志真担心。不过，你若真是会当甲韩姑娘成婚，这……唉，好，莫搁讲。这个世界上，无够有一个女子，互我看有解。若无，人哪会称呼我叫做铁汉？安怎？我休困两工就好，一定要将所有鬼火四遍过，将恁全部牵倒转来西凉。本我军就免冲进山上，以太阳树淹下去，搁就以大姓公主的好胜心，做万面仔菜，伊就会来叫定。代
真公主战败，太阳树受伤，而且伊的先锋楚玉芬也被伊魏元帅气死了。因你哪有可能搁来叫阵呢？我将打听得清清楚楚。大正公主伊太阳树现在是退守在天宝山，伊目的叫阵是要为着伊韩龙出阵要紧。韩龙是天宝山的大祭司，伊曾经受到西凉国王的护恩，这个人的身手是不凡。我也想一定明仔载叫阵的是伊韩后。元帅，若是要破韩风的刀法，这互我来想办法就好。时候也已经无早，请元帅回应。好，四先锋伊自从这经营也探听去真清楚，因来好好伫遮计议一下，只要会当破伊韩风的刀法，咱若是要攻上迄个天宝山，就无困难。是。楚了分明明是死在你的手中，元帅一定是记唔到啦。我来讲，你若是属下这个前方官法中，这公路本来就记在这本帅的名上。咱若是讲办事回京的时阵，本帅一定会造成圣上，大大甲你封赏啊！副元帅，只要你我同心协力杀掉，至于一公话咧，我是袂去计较。哦，我将固体。是。公主，什么代志？韩姑娘，我的同学伊，我伤得真厉害。公主，太真龙的伤势拖了伤晚，即摆已经恶化，恐惊有性命的危险。你是要安怎？这公主你唔免担心，可能我会医好太真龙的伤。我紧。听讲所应无起声，竟然如此对同兄，不撇嫌疑，假嫌疑，分明为求情。当兄人人情天寒，几绝无所美红颜，但愿所应的真爱，感动天寒的情怀。
三。多谢苏元帅。贤弟，岳父若是知影贤弟你入了袂少的功劳，唔知要偌欢喜的。哦，这若是苏元帅，你指挥有方，用兵如神啦。哪里哪里，对，四贤王也出了袂少的力啦。对对，伊也亲自不孝这反兵反将。四贤王到底嘛是咱的外婿，咱应该请伊做伙来这同饮一杯庆功酒啊！免啦免啦，四贤王人无爽快的，我叫伊去休困。无爽快，呀哪呢？本帅赶紧来去看。元帅，免，四贤王无定都已经甲困去啊，咱也无需要去搅扰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来继续啉烧酒。干！四贤侯，四贤侯，范洪明明是你掠去，为何一再轻绝你的功劳？你为啥唔讲话呢？哼，真正是气死啦！啊好，你若讲唔讲话，我要来见苏元帅，甲这项代志照实甲伊讲。队长，张将军，将军的唔通啊！太冲动，分明是你大呀公啊！讲是唔是四片贵，你三场拼命为了谁？张将军，并不是我功劳无重视，
如果我若搁为元帅，为成功立反目，万一反兵若是乘胜入狱，迄个时阵是要安怎样咧？搁再讲，我公车的代志应该你明白我的意思才对。